400幾年前，日本有個茶道家，一生追求美學，只向美麗事物低頭，不向強權叩首。佢竟然同當時最有錢、最有權力嘅國家話事人作對，提倡以欣賞破落無常嘅侘寂風格，反抗權貴土豪嘅俗氣奢華。侘寂就係你哋而家好興好潮裝修屋企嘅侘寂風，買張台、買盞燈、買個廁所擦，都話要侘寂嘅侘寂風。喺16世紀中到後期，日本戰國到安土桃山時代，一個人命戰過泥土嘅混亂時代，千里休將侘寂從一種抽象嘅禪宗哲理，具體化成睇得見摸得到嘅空間同器具。喺當時一眾追求金碧輝煌、豪車極侈嘅貴族社會之中，千里休逆線而行，帶風向，推廣一系列好潮嘅侘寂風。呢種滄桑破落、甩皮甩骨嘅茶室同茶具，徹底顛覆咗當時上流權貴嘅審美標準，成為時尚潮物。其實呢種滄桑破落嘅風格，根本就係當時平民百姓嘅日常生活寫照。因為呢個日本戰國時代，打仗多過公眾假期，山賊惡霸多過烏蠅，疾病饑荒又多過打仗，平民住嘅屋同用具，咪就係呢種甩皮甩骨嘅侘寂風咯。而當時日本嘅最高話事人豐臣秀吉，佢原本係農民出身，基本上佢只係個連字都唔識寫嘅文盲鄉下仔，一路靠戰爭打仗發財，由一個小卒輕大跑腿，自修學習向上爬，最終爬到去地位等同於而家嘅日本首相。佢嘅品味可以話係土豪俗氣、奢侈、上流權貴嘅代表。一句講晒，佢認為黃金就係最潮最有型，盔甲、刀劍、茶室、茶具、衫褲鞋襪，總之日常生活中任何嘢，佢都有本事加入黃金。而利休身份就複雜好多，直頭可以話係當年嘅邪洞 slasher。佢原本係當時另一霸主織田信長嘅首席茶道師範，表面係負責茶道活動，實際係政治核心智囊及外交密使。當時嘅茶室其實係極度私密嘅政治談判場所，進入茶室必須解下佩刀，喺狹小空間裏面，將軍同大名交換最機密嘅政治情報。因為經營生意同各國通商關係，由日常用品到軍事武器都係利休控制範圍，所以佢嘅人脈關係跨越政治、商業、文化、藝術，真係幾乎乜都關佢事，忙到日日都有人想揾佢飲茶。秀吉同利休嘅品味，大家睇下就會明白，確實係塵世中嘅兩個極端。利休推崇嘅侘寂茶室係咁嘅，細小狹窄、斑駁粗糙、殘舊陰翳。佢認為呢種設計能夠表現出最侘寂嘅空間。而秀吉推崇嘅黃金茶室係咁嘅，黃金、黃金、黃金，唔好講咁多，總之乜都係黃金。利休推崇最侘寂嘅茶具，落燒茶碗係咁嘅。暗雅冇光澤，粗糙不規則，有瑕疵，低調平凡，隨便放喺條街都唔慌，有人會執，有賊入屋都一定唔會偷。秀吉嘅黃金茶具係咁嘅，黃金、黃金、黃金，唔好講咁多，總之乜都係黃金。呢兩個人各自有唔同嘅影響力。秀吉係當時權力最高話事人，基本上國家所有嘢都係佢話事。利休係政商名流、貴族、美學文化最高話事人，基本上國家風向、潮流走勢都係由佢帶領。最後
因為利休擁有操控軍備、武器同文化美學權力，喺日本戰國時代膨脹到能夠左右政治風向，最終引起統治者豐臣秀吉猜忌與恐懼，宣布賜死，命令千利休切腹。呢位茶道宗師、美學教父就此畫下震撼的句號，享年69歲。佢嘅死因至今仍然係日本歷史上嘅一大謎團。不同文獻、不同學者都有好多唔同假設同說法，但係都冇確實結論同解釋。根據史實記錄推敲估計，豐臣秀吉晚年嘅精神狀況係有病態同猜忌，再加上出身自卑，雖然已經成為天下人，但係發現自己不論幾有錢、幾有權力都好，喺美學品味同文化高度上，依然永遠無法超越呢個喺茶室淡淡然地沏茶嘅千利休。強權政治最後竟然不敵茶席美學，征服人心。當呢種土豪式嘅自卑轉為妒忌、惱怒同埋有人死亡嘅作用，比利用價值更大嘅時候，相信就係利休殺身之禍嘅主要原因。竊鈎者誅，竊國者侯。有權力去命令一個人死，感覺自豪啲啊？定係有能力去用創作感動人，感覺自豪啲呢？如果有得揀，黃金做嘅廁所刷真係好唔襯個廁所咯〜